水莫非是师傅石破坛？莫非是紫叶仙姬与浣花上？陈朝，哎，是谁在叫我啊？是我家老爷在叫你。是大老爷在叫我啊！大老爷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在洞里说话。哦，大老爷，你是在洞里呀？那你快转出来与我说话呀！哎，我在桥里同你说话。来，石桥，石桥。大老爷，你守着饺子是去烧香呢，还是去看花呀？哎呀，本老爷哪里还有这样好的兴趣哟？你喊得我气也断了，理也没有了啊！哎，那你守着饺子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呀？哎，我与你一同去往相府，当面请问小姐，谢美亭可是相府的姑爷啊？哎。你的手扑掉下来啦！大老爷，你是不相信我的话了？不，凡事嘛需要小心谨慎为第一呀。是嘞，你果然要去？果然要去，当真要去？当真要去，请陈朝大路啊！嘴巴。好，走吧。哎，陈超啊，你怎么伪装去了？到相府不是就这条路的？大老爷，你对你的杨官道，啊，我过我的头文桥，啊，我与你两不相干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还要送银子到这里接和尚去呢，啊，是不容为。哎呀，公堂之上是你生的气，怎么是与你无关啊？本来是亲嘛。哎，好，这样吧，寺中的银子，本老爷派人送去，好吗？啊，好。哎，好。嘴巴。哎，去吧。去吧。哎，陈朝大姐，请你走得慢一点。哎，不，陈朝啊，你要叫我走得快一点，我的心啊，急得要跳出来了啊！去吧。红桃心啊，感激我自我参来龙虎队，
不久了啊！大老爷，我在前面用铁手，你坐在轿子里，自然是的轻快了。哦，对，哎，那么这样吧，我在前面，你到后面来，好吗？啊？你喜欢到前面，你就到前面去好了。哎，好，去吧。为救公子我无罪，小弟文字凭老岁，此番为新将府门，这统统家法难还回。新梅亭不是午夜哭啊，大叔，啥是午夜害我无数要干一头高明丫头两人望，弄得我那真假难分，仗义进高莫分长。不跟上来哦！我走不动了。哎呀，我求求你好吗，陈超，公堂之上是你生的亲啊！本来是亲嘛。哎，大老爷，今天我是走不动了，你要去，明天再去吧。哎，不，等不得了，等不得了啊！大老爷，你坐在轿子里，只要用在家，哪里知道人家走路的辛苦哦。对，那么这样吧，我下轿与你一起去好吗？啊！来，下轿。哎呀，真天晓得，天下竟会像他这种糊里糊涂的自负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天下竟会像你这样把公在私的听过啦。哎，本来是嘛，陈超，那么我们去吧。对吧？去吧，哎，去吧。啊，怎么啦？我脚痛，实在走不动了。哎呀，走了没有两步路，怎么会脚痛走不动？哎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走不动嘛，就是走不动，哪里这么一回事？两回事的呀。好，那么老爷来屋里一起去吧。呀吹，谁要你来屋来？你可知男女授受不亲？我倒看出来了，你一会儿说脚痛，一会儿又说走不动，你是怕我去到相府当面请问小姐，你是在耍什么把戏呀？在公堂之上吹天射地，冒认相亲，你是想来欺骗本府？嘿，骗！这样糊里糊涂的致富只可以骗他一骗，我骗你做什么？要么你用这八抬大轿带我到相府，否则我
我睡不动了。哎呀，要犯无神八道了啊！这八对大桥乃是范水死于本府推部的，你这个小丫头怎么说的呀你？哼，小小知府算得了什么？岂不闻宰相家奴切苹果？啊，你只不过是五品，我只比你低了2斤。什么崔家子？啊，你！老爷，算了，这轿子就让他坐吧。老爷，算了，就让他坐吧。好吧，好吧，秀娘你坐吧，坐吧。哎呀，这八对大轿是范水司仪大老爷带府的，倘若挂在下来，小丫头我可担当不起哦。哎呀，好嘞好嘞，说得说得，岂不闻宰相家奴？切苹果嘛，我只要见得小姐，我是滚恩不情啊！好嘞好嘞，陈草啊，来，请上轿吧。呸！什么陈草董草？陈草也是你叫得的吗？啊，好好好。那我就叫你陈草。哎，大姐，请上轿吧。来呀，备轿！哎，来呀，备轿，备轿。怎么啦？好好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来呀，明路黑道。啊，哎，来呀，明路海道，走在桥里把鸡听，这八对姑娘刚进，为了护送前程不正的神情，很神今日探上相目明天，我高兴正要奔笑，李大那丫头声话我要听要听。四平八稳渡桥送，叮铃叮叮敲不停，眼边满谷不知足，再用武器去满千金，此生此度真算上，抢夺精神上真经。宪兵为我自强。你到相府啊，相府。哎呀，下轿。哎，下轿下轿。啊，万老各位啊！啊！哎呀，陈朝大姐，你怎么一言不发，问事进去了啊？怎么？你是要先进去？好，是请，请呀！请，请啊！哎呀，陈朝大姐呀！本府未经通报，岂管顺在相府擅出经哎历。呀，你是堂堂大老爷，在西王府公堂之上要拿就拿，要当就当，
富贵，烦劳陈朝大姐与我一同进去呀。什么？你要与我同进去？是啊，啥不一同进去？嘿嘿嘿，这个无事有弊呀。对，什么无事有弊？我家小弟乃是贵国千金，有人求亲们哪有不同袍之礼？就是有人为亲们，也要放下自怜。你要乱唱相夫，是无道理。